3, 2, 1. Booster ignition. And liftoff. The crew of Artemis 2 now bound for the moon. Humanity's next great voyage begins. 自從1972年阿波羅17之後，人類已經有超過50年冇再親身踏足過月球呢片土地。呢50年嚟，月球喺現實入面係一片孤寂同埋荒涼，但係喺電影同埋遊戲入面呢，佢從來都冇寂寞過。而最近呢，最令太空迷同埋科幻迷興奮嘅，一定係阿提密斯2號任務。呢次係人類事隔半世紀之後，再次執行載人繞月。今次任務嘅最大關鍵係自阿波羅時代之後，人類再次親身飛入月球背面，亦為之後阿提密斯3號真正重返月球表面，甚至係建立長期基地而鋪路。要講月球，一定要返到去1902年，當時人類連飛機都未發明。電影魔術師佐治梅里葉已經拍出咗影史上第一部科幻片《月球歷險記》，俾炮彈射中隻眼嘅月球定義咗人類對月球旅行最原始嘅想像。月球唔係一粒死寂嘅星際岩石，而係住滿奇幻生物嘅冒險舞台。人類嘅科技仲未到達月球之前，電影想像力已經反映咗人類早期對前往月球嘅熱情。阿提密斯2號任務最令人期待嘅係人類親眼睇到月球背面，但當太空船飛到月球背面嘅時候，會因為月球本身巨大嘅質量擋住晒所有來自地球嘅電波，加上潮汐鎖定，即係永遠用同一面對住地球嘅天文現象，催生一種對月球背面神秘又孤寂嘅想像。喺電影《月劫餘生》入面，月球係極致孤獨嘅代名詞，探討一個人喺漫長嘅執勤之中點樣面對自我。而喺阿波羅18號呢套挑戰觀眾耐性嘅偽紀錄片入面，月球背面變成陰謀論嘅溫床，嘗試玩弄我哋對真相嘅認知，甚至乎月球背面仲催生咗好似鐵幕蒼穹入面納粹月球基地呢種極致荒謬嘅科幻想像。雖然依類作品風格各異，但背後都反映住同一件事，代表住人類對未知之處嘅恐懼同幻想。探索月球背面只係登月挑戰嘅第一步，要喺月球表面建立長期基地，太空人面對嘅唔係浪漫，而係極端嘅生存挑戰。美劇《太空驕子》寫實咁展現咗月球開拓者嘅日常。呢套美劇虛構咗一場從未停止嘅太空競賽，佢詳細展示咗人類點樣喺月球起基地，點樣爭奪月球南極坑底嘅水冰。呢個設定對應緊現實中嘅阿提密斯計劃，因為有水就有氧氣，就有氫燃料。月球表面唔再係一個冒險嘅過路點，而係人類文明延伸向太陽系嘅第一個殖民地。如果話太空驕子講嘅係月球宏觀嘅政治同開拓，咁遊戲 Deliver Us to the Moon 就係講緊微觀嘅生存壓力。喺遊戲入面冇奇形怪狀嘅太空怪物，有嘅係月球表面一片孤寂荒涼嘅廢墟同埋冇人嘅月球基地。你要喺有限嘅氧氣供應下調查月球基地失靈嘅原因。呢種強調孤寂沉浸緊嘅月球，可能先係月球表面生活嘅真實寫照。既然前往月球嘅旅途困難重重，點解我哋仲要返去呢？答案可能係因為月球承載咗人類最極致嘅情感同夢想。遊戲 To the Moon 入面，月球變成咗一個跨越生死、深藏喺記憶裡面嘅承諾。老人家 Johnny 嘅遺願就係要上月球。玩家操控嘅主角為老人家重建記憶，慢慢了解到原來一切源自於一個浪漫嘅約定。無論係夢想定係遺願，月球唔單止係一個衛星，仲係人類文明喺宇宙入面嘅一個情感坐標。喺 Cyberpunk Edgerunners 入邊，月球對於 Lucy 同 David 嚟講係一個絕對嘅烏托邦。月球係逃離夜城混亂現實嘅終極出口，象徵住一份純粹嘅嚮往。呢種對月球嘅浪漫想像，超越咗科學，成為咗一種對愛嘅信仰。從月球歷險記嘅炮彈到阿提密斯2號嘅任務，科學賦予咗人類能力，
而故事賦予咗月球靈魂。下次你抬頭望月亮嘅時候，記得佢唔單止係一粒天體石頭，嗰度仲係我哋人類夢想嘅開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中意條片，記得 like、留言、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去聽我哋電動大 GO 玩嘅 podcast。我係新星，下次再見，拜拜。